来看教育部的政务处长叶秉成泄露性平受害者的个资。教育部的性平委员会调查3个月，落尾是认定讲伊无违反性别平等教育法。叶秉成嘛已经辞职了。也毋过，被害学生早起伫台大学生会陪同开记者会，伊讲叶秉成毋捌向伊回失礼。教育部的调查结果，伊嘛无法度接受，伊嘛已经向检方来提告叶秉成违反个资法，北检嘛已经分案调查。 你前后发表了2次声明，没有一句是对着我道歉。对不起这3个字，你从没说出口。互教育部政务处长叶秉成伫咧社群漏泄个资，经过3个月调查，教育部认定伊无违法，这个结果互被害人感觉无法度接受。拜伊伫咧台大学生甲立委议员的陪同之下开记者会，要求叶秉成爱回失礼。他在这个事件上只会用模棱两可的文字在逃避责任。我请问的是，如果他今天没有请辞，或者即使他请辞之后回到了台大，继续担任教育职务，是不是意味着他还会在未来又可能面临一次又一次需要负担保密义务的情境？另外，针对教育部的处理态度，也互受害学生批评讲刘婷受过凊彩，而且佫有大细心的行为。调查判定叶秉成无违法，也互学生的身心受到严重的创伤。教育部的态度更令人心寒，当时对外承诺在1个月内完成调查，却在期限倒数前10天才联系我，要5天内提出说明答复。相较之下，却给叶秉成1个月的时间。 结果却是叶秉成没有违反性平法。学妹拿出她的手机，颤抖着，请我协助跟委员说明的时候，她一直在吐。在那个当下，没有任何专业的咨商师、心辅师、医师在旁协助，只能学妹一个人加我们在现场擦拭地板。台大学生呼吁教育部应该马上退回调查报告，并且重新稽查。另外，针对这位甲人性骚扰的社工，台大回应目前已经调整伊的职务，也若教育部到结果为止也未做出回应。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